那当然，三泽普渡亲像咱7月第8啊，月尾的普渡是同款。那当然呢，咱伫即次三泽普渡，伫即个地方期的应愿，嘛是最后一次。所以讲呢，咱诸天神圣、诸佛菩萨，拢是非常紧张的，看到芸芸的众生，未得道。会使讲过真济，得了道修道的人，佫亲像牛角共款，所以讲呢，难怪伊来到佛堂啉盘，每一届拢是用口的回去。为虾米？因为伊看到大家袂当了悟真理，那么把握了着修行学道的因缘，今日伊讲师甲咱讲。什么叫做照计修真？伊甲咱讲甲非常的详细，希望大家呢听了这些道理了后，咱爱有所体会，究竟人生就是安尼。所以讲呢，咱要安怎照计修真，恢复了着咱本来圆道道光足足的自性，要安怎会当真正修行改变了着咱人生的命运？咱修行学道袂当改变命运，是咱个人的代志，毋是道的代志。因为你感受道理，你无爱对你内心去做一个调整改变，互你的脾气毛病不断地咧发生，那安尼咱的人生要怎改变？咱的命运要怎改变？伫大学甲咱讲，心修家济，治国平天下。你无心修，这个家庭变哪会圆满？所以讲呢，咱的家庭会当去修持，自然咱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自然就会当改变。咱若自个无法度去体会甲安尼，拢是无成无事，有感受无感受，拢无去改变了着咱的内在。其实安尼讲起来呢，会使讲是非常的可惜啦。所以讲呢，咱有即次互咱建功立德的机会，大家好好爱真正做修。虽然伫无闲，嘛希望帮中偷闲便是闲啊。所以讲呢，大家拢讲无时间，若去锻炼病院，敢有时间？敢袂当甲上天讲，上天慈悲我无时间啦医生甲医生讲，我无时间来住病院啦，敢会安尼甲讲？袂啦已经生命临头嘛较无时间，你嘛爱去互医生看，嘛是爱治病啦咱真心为着救了着咱自己的自性，咱会当来研究道理，会当度化他人。咱若要讲家己无时间，无要等电视。所以讲呢，这拢是值得咱去家己做一个思考，做一个体会，要安怎调整着咱人生的脚步，人生生命的计划要怎来流露。其实，咱逐个人拢应该听着讲师安尼讲了后，拢体会足济。所以讲呢，伫咱圣凡并行，嘛是上天互咱一大的机会啦。若无要修行，是爱抛妻弃子，爱查甫的做花寿，分得做年功。那么咱即次会当牵妻带子，会当父子同堂，夫妇同心，这遮尔好的姻缘，为什么无爱甲把握？安尼较可惜。所以讲呢，咱阳明讲师呢，是咱济公老师甲伊承认的白养的必用的歌唱就对啦。所以讲呢，伊不断歌声好，对道理的了解，嘛会使讲是伊真正了解啦。那当然，伊今日呢，照着咱老师即首歌的因缘，那么叫咱大家做一个研究，相信咱嘛会使讲体会真济啦。所以讲呢，咱希望
甲咱知影的爱家落实伫即个行的内底，要安怎去做？当然伫咱道中有足侪课程，有咱足侪学习，亲像讲伫礼节班呢，嘛会使讲是难得的机会，所以讲呢，咱若想真正讲会当来学礼节，希望咱找咱的前贤，还是咱的组长，希望伊甲咱做一个引导，要安怎来参与伫即个文理的学习，还是讲师培训，这拢总是可以的，咱会当去度人，咱若要去度人有困难，咱会当找咱的干部前贤，我就想要来度我的亲戚啦，度我的朋友，但是我真袂晓讲，要安怎？不要紧，甲咱的组长讲，想要来度啥，自备一个敢会当做伙去，来讲互你的朋友听，互你的亲戚，咱做伙甲伊度化，安尼较好，敢好？好来，好来，大声。所以讲呢，咱讲怎度一个人的功德足大呢。因为互我拢定咧比咧，互我真若无钱，恁逐个拢出钱互学来食饭，我袂枵死啦。但是恁袂当救着我的灵性，我嘛是搁伫四心六道轮回。但是咱今日去度一个人来得到，伊搁知影能修行学道，即个人救着伊的灵性，搁救着伊的九贤七祖。伊搁去度化的人，若共款会当修行学道。你甲看伊度化的人偌济，所以讲呢，真正当有咱建功立业，救人的慧命，那是真正功德。乐意伫即个普桥造路，那么呢，扶贫济困，这是一种的善啊，这袂当算功德。只是世俗的人拢想讲鼓励，感觉讲这嘛是功德，真正功德是发生中。所以讲呢，咱有一届的机会，咱好好珍惜。像迄天呢，本来要去对这个了邦前贤蔡先生可能较歹势啦，因为我交主一度赶要人来个在理乡组长、计划组长因毋知开到西门遐一通电话来，讲一寡越南的三妹要求倒啦。安尼啦，想讲要再来到活动可能嘛无方便。或许甲讲安尼带赵凡成带来遐点就好啦。所以讲，甲这人拢搬起，看到等下拢走去带来。所以遥望前线，你甲讲看偌济的物件呢？有影啦，迄个政府组长甲抛出来翕相嘛，嘛真正足歹势。但是救人如救火。即届无好救到，后届就要凉死，毋知。迄个人也多好运气，咱简单无又要去单过，所以讲呢，歹势对台湾前线较歹势比较不得已啦所以讲无法度完满这就体谅所以讲呢，你甲看，你互我嘛甲这越南这新的等新宫咱越南遐会伫南燕北燕都有佛堂，去到遐个咧度化，恁来到遮无互恁去着到，又搁感觉足球可惜。所以讲呢，嘛是前贤千方百计会当互来得到安尼咧，咱会当符合了岛团万国九州，即马传有差不多90个国家。以后咱各位前贤，因为或许除了台湾有负责，咱府前面搁有互我负责泰国的清迈希望有时间呢会当交互我来打帮助到阮即个逢时大节伊去安尼定定有工课做拢袂离，所以足有信心真爱交互我去迄个清迈，因为后法度通治疗你。后法度人讲道理，佫会当做人才。试哩新大功了大宴做到真欢喜。但是究竟安怎就是人才拢无够。咱各位前贤
甲老师发一个愿，我以后吼要来外国帮忙开放签到，无论去对一个国家，吼，咱曾经理嘛吼，伫迄个泉州嘛，郑经理伫青岛嘛，吼，当然咱泰国杨经理伊负责诉求，迄方面或许负责伫清迈一个区块，啊，当然这那各位前景都可以。你会管你讲啊，我要来泉州好，无要紧，邀郑经理去；我要来青岛，无要紧，邀郑经理去。哦，若要去泰国，是要去诉求，还要去清迈，哦，通通可以的。哦，反正拢是阿伯来看过啦。哦，咱会当充分利用哦，咱的价值啊，工资公价，免甲生命用伫对的所在、对的时阵，那就是建功立德了，敢是安尼？哦，咱伫人生圆满，就是讲台币要赚，天币也是加紧要赚，安尼敢听？有啦吼，天币、天公银行吼，爱加减仔减，因为咱求道的时阵，天公银拢有功德费嘛，就伫遐吼开一个迄个口座伫遐，迄个口座咱不管是爱加减仔加去啦。咱若三岁几当年吼，按功定果是看遐个，无免按功定果。那么仙有大仙甲细仙呢？大仙呢是安怎害大仙？细仙呢为什么是细仙？哦，当然呢。我们不要忘记伫后天趁钱，甲家庭过好，以自我希望好好嘛，足期待大家嘛，拨时间来探我天币啦，安尼敢好？好啦吼，最后呢，互我嘛要耽误咱的时间，因为咱负责人曾经理呢，拢嘛足关心的不断的甲互发来。交代好势咧，爱甲大家请安问好啦，叫我代替负责人甲曾经理甲咱请安问好。所以好势伫遮代表咱负责人曾经理伫遮特别甲咱请安问好伫遮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厝启慧班一个人带一个来，敢好？无法度啦！阮若一个人带一个，今仔去报名178个，即间坐袂落啦，下坐咧，无因大家甲带一个来看卖啊，来试看会落袂啦，安尼敢好？即份长听讲的春秋呢，你后盖你一家170几个来吼，即间来坐阮哪会落？真正，无大家试看，好无？好啦，希望大家能够行大功了大业，大家都是世代都能够欢喜，每一天都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啦伫遮我们就到这里，最后的祝福还是嘛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非常的感恩。伫泰国若咧甲人祝福互我拢甲人祝福。因着双手因为你甲祝福因甲你神起来，就代表迄个祝福伊的幸福。真好啦希望后个开始就是咱。